感謝我哋嘅好兄弟一直咁多年嚟支持我哋啊，為我哋嘅餐飲商會一齊成長，係嘛？我哋嘅梁日東先生寫上嚟好嗎？梁日東先生咧就係世界粵菜廚王協會創會會長，亦都係中國嘅總會嘅主席啊，亦都係我嘅好兄弟。多謝多謝啊！咁忙，平時咧我哋去中國咧，你都未必得閒同我哋食飯，但係咧你今次咧早幾個禮拜前都招待我哋好好，多謝多謝。咁啊特登仲飛嚟支持我哋，呢啲真係啊重要嘅友情。梁日東先生，尊敬嘅車會長，尊敬嘅各位澳洲華人餐飲商會嘅副會長、理事、會員同埋悉尼今日到場嘅所有嘉賓，晚上好。回顧，我諗下一眨眼，我13年做廣州烹氣會會長嘅時候，紅哥做第一屆世界廚王大賽，紅哥就帶住悉尼代表團嚟參加我哋世界廚王大賽，從開始結下咗澳洲同廣州烹氣會深厚嘅友誼。12年到今日25年，眨眼13年，而你哋嘅商會成立咗15年，跟住到15年。我哋世界廚王大賽喺廣州跑火炬，當時車老闆帶隊參與咗，我諗有史以來，我諗上次中國世界都冇人去做到嘅跑火炬。我哋莊臣哥都跑得次，我諗呢支火炬全球得36支，值得我哋慶幸。跟住車老闆16年邀請我同莊臣哥過嚟澳洲，我哋同機同住一間房，但係兩個房間嚇，唔好諗錯你哋。冇諗到其他嘅地方啊！諗下今次第4次過嚟澳洲，又係同莊臣哥過嚟。我諗呢個係情緣同埋情結啦。嚟澳洲4次，3次都係受到你哋商會嘅邀請。17年，米會長成立世界粵菜廚王會澳洲分會，我又過嚟。16、18、17成立，到19年18、19我唔記得咗。當時係呢個係私人過嚟㗎。去咗墨爾本，再偷偷過咗嚟，去咗堂哥新嘅堂角食咗一餐飯，偷偷就走咗。今次我都有見到，非常之感謝。哦係喎，仲去咗阿偉哥私人嘅 party， 哇太開心啦！嗰個 party 值得我上一次你嚟深圳我都懷念呢個 party。今次要感謝車會長到深圳邀請我，其實佢唔邀請我想過嚟㗎啦，佢邀請我就慳翻啲住房費啊，順便過下嚟啫。平時佢唔邀請我都想過嚟㗎啦，一眨眼。19年到而家6年時光，疫情我哋大家都相隔咗。雖然兩個會，我哋嘅活動澳洲從來未缺席過。從13、15、17香港20周年回歸，19澳門回歸，到23年馬來西亞嘅比賽，每次我哋廚王大賽從不脫幕，從不缺席。我諗呢個就係深厚嘅友誼，加上我諗同一個人太多個人嘅好朋友啊，包括堂哥、堂嫂啊、偉哥。偉哥唔係食晚上男人需要嗰啲偉哥喎，係真係偉哥喎。見到佢就女人就喜歡，男人就喜歡。咁我諗再多嘅語言，再多嘅嘢，我諗代表唔到我內心嘅嘢。既然有機會嚟到澳洲悉尼，我諗都係感恩同埋你祝福啦。因為澳洲所有嘅佢哋嘅商會，所有嘅好朋友，我哋都有聯繫有成。呢度再特別鳴謝就係我諗陳依霞啦，因為冇佢父親交支棒俾我。去做廣州烹氣會，唔會結合咗今日有餘。跟住米政富會長去繼續去推動，陳紅會長第一屆13年帶隊，又識咗一班偉哥。跟住堂哥堂嫂一直都好支持我。我創辦世界中餐業聯合會粵菜產業分會喺北京嘅時候，車老闆堂哥都陪伴咗我去北京，同我飲啤酒食燒烤。回顧一眨眼，12年過去，匆匆而過。從40歲唔到嘅年輕人，到而家個好似都做咗青少年。最後我想去祝福吧，祝福今日澳洲華人餐飲商會15週年取得圓滿嘅成功，同埋祝願福建閩菜樂師傅嘅整個龐大嘅團隊，有網紅，有米其林咁龐大嘅廚師團隊，我諗呢個好難得嘅。祝願佢哋又係取得圓滿成功，因為福建2個城市都爭辦世界美島，一個係福州，一個係泉州。我大前日出去泉州去吶喊，為佢哋去爭取美地之都。福州又係為佢哋做咗幾屆，最後我諗個仔都一定會落喺
問菜㗎啦，所以佢哋出海一定啱嘅。最後祝願更多今日嘉賓到來嘅嘉賓身體健康，心想事成，想咩有咩，謝謝。多謝我哋嘅梁會長，我哋嘅好朋友，世界粵菜廚王協會創會會長、主席，同埋現有嘅中國總會主席梁日東先生，多謝。